来啊，咱着鞠躬敬拜，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养饲的百姓，是伊手的羊。世间情人拢着恬情，牺牲徛伫伊面前。何必看愈世间俗事，把阮地伊相思。上帝降临伊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兄弟，这是来吟圣诗61首，圣诗61首，圣父上帝踮天顶，请起立吟全首。用速读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我信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定十字架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上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救活，永远活命。阿免。请坐，三甲来启应。启应文21篇，诗篇100章。启应文21篇，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。恁着欢喜的心，服侍耶和华。唱歌来到伊的面前。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。咱是伊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草场的羊。
着用感谢入伊的门，用俄勒入伊的院，着感谢伊学了伊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到永远。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阿免。这是个来吟圣诗286首。圣诗286首，主爱的爸，所听的主，请坐着吟全首。现在咱同心来祈祷，听阮的爸，上帝，感谢你保守看顾阮，日日拢平安。阮感谢学了你，亲爱的主，阮伫生活中常常离开你的诫命，袂记住你的教示来得罪你。求你怜悯赦免阮，求你帮助阮的心，赏赐阮清气的心，正直的心。时时警醒，心存敬虔，心存敬畏上帝，离开歹，谨慎行伫合上帝心意的路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免。
即是俄乐，请圣歌队。
即时来强守上帝的话，记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下卷第7章12节到16节。12节，明时耶和华出现伫所罗门，甲伊讲：我已经听你的祈祷，也经即所在做献祭我的殿。我若关目天，地到无落雨，也是命令草蜢食伊的土产，也是互瘟疫行伫我的百姓中。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的，若家己谦卑祈祷，求见我的面，活转离开因的歹路。我要对天听因，赦免因的罪，医治因的地。我要目睭看，耳孔听即所在所献的祈祷。16节，因为我胆已经经即间殿分别以做圣，互我的名永远伫遐。我的目睭，我的心也要固定伫遐。再来看新约以弗所第1章17节到23节，佮第4章第4节到第6节。以弗所第1章17节，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、荣光的爸，赏赐恁智慧启示的神，来亲捌上帝。恁的心目得到光明，互恁知伊召人所仰望的是怎样，伊的业伫圣徒中荣光的富有到怎样。19节，搁知伊的权能仰伫咱遮的信的人大到怎样，照以前所捌行伫基督大权能、大气力的功用，互伊对死人中搁活，伫天里坐伊的大屏，搬过拢总办正事的、掌权的、才能的、治理的，甲一切所号的名，毋若伫今世，也伫来世，拢搬过远远。22节，搁互万项事有幸福伫伊的骹下，搁将伊做管万有的头来赏赐教会。教会是伊的身躯，伊所充满的，伊也是用万有充满万有的。再看第4章第4节到第6节。第4节，因为体一个，神一个，亲像恁受着的仰望也是一个，主一个，神一个，洗礼一个，上帝一个，做众人的爸。伫万有的顶面贯穿，伫万有点伫万有的。以上讲到上帝所欢喜的圣殿，请曾牧师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伫咱要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来恭敬听伊圣经的话。咱首先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恭敬自执伫礼拜堂的内底。阮回顾3000年前，所罗门受你所拣选，为着以色列人来建立上帝的礼拜堂。当礼拜堂受起做献堂迄一日，你对伊所讲欢喜的话。你要开你的目睭来看，你要按你的耳孔来听，你要用你的阳光甲富有来充满伫你的圣殿。你已经经人的手所做的礼拜堂，主，阮伫今仔日，阮恭敬伫你的面前恳求你，也将即种的祝福赏赐予卑微乡村的教会，特别是伫阮中间。至圣的上帝，愿你听阮的祈祷。虽然这间礼拜堂是一间旧的礼拜堂，总是愿上帝你也将你欢喜的话，将你的应允，将你以马内利的福分来赏赐伫阮众人的中间。祝福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阮来迎接你，不知
得当教会受祝福。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因的生命就是一个礼拜堂，阮的身躯就是圣神徛起的殿。主求你，阮伫今仔日的礼拜的中间，特别是阮的少年人要亲像所罗门，因的生命的工程，就是因一生中间所要去做生命的使命工作。主愿你接纳，也祝福，互阮亲像大卫为着所罗门来欢喜，互阮做父母甲牧师中级的人，也为着阮的这个囡仔来欢喜。主，我们伫你的面前来听上帝你的罗伯保罗所讲：一信、一主、一圣神，一个体，一个上帝。愿主你互阮会通明白，上帝你的教会就是一个圣义共同的教会。阮自执伫你的面前，恳求天顶的上帝，利用你的权能、阳光来充满这间礼拜堂，充满每一个敬拜你、敬畏你的囝儿甲查某囝。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我要用一个真特别的故事，咱过去较少去读到、去默想，伫圣经内底所记载所罗门起礼拜堂的这个故事。今日这个圣经所记载的是伫历代志下卷，列王记嘛有同款的记载，历代志下卷第7章。这是一个3000年前的故事，就是所罗门王为上帝起礼拜堂。今仔日的经文就是献堂迄一日，第7章就是这个礼拜堂受起造了后，上帝的阳光充满伫迄个圣殿的内底，人上帝的荣耀甲权能会充满，至到连祭司都无才调入去到礼拜堂的内底。所以伫迄个献堂的礼拜、献堂的日子，上帝的圣神特别对所罗门所讲的话，今仔日牧师要用整个第7章规个，就用这间圣殿礼拜堂受起造来祝福咱兄弟姊妹。因为伫这段话中间特别有一句足水的话，牧师读了后，对心中就用伊来为恁祈祷。因为咱的上帝，照今仔日的圣经讲，上帝讲，我是睁眼看，亲耳听，我就是开目睭来看，我就是压耳孔来听的上帝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你明白这句话。这句话意思就是，无论你出你入，咱的上帝，伊的目睭拢在看顾你。你的心内有甚物种的物质艰难？你的上帝要开伊的耳孔，静静来听，亲像一个老母，伊听伊的囡仔伫外面所拄着的遐物质，流目屎总都爱出厝里。这个妈妈就是咱的上帝，就甲咱拥抱，然后伊就安静。伊讲免惊，慢慢啊讲，妈妈伫遮，妈妈在听。而且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有需要这个上帝用安尼来陪伴你嘛？你若爱，你就甲上帝讲：今仔日你所享受所罗门以及以色列人这种福分，今仔日嘛享受互阮的家庭。所以这个故事是第一经的礼拜堂，就敬拜上帝的族群中间，伫历史中间第一经受起造正式的礼拜堂，就是所罗门伫主前大概965年。大概是1000年前，公元1000年前，所以今仔日这间礼拜堂大概就3000年。但是后来这间礼拜堂，因为巴比伦这个国家、这个国王来侵犯以色列人，拍破这个国家，掠以色列人去巴比伦做奴隶，所以这间礼拜堂伊有受毁坏。但是后来到尼希米。伫迄个所在重新起造以斯拉，旧约的圣经咧讲起，这个先知重新起造上帝的圣殿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。但是当耶稣基督离开世间了后，第2摆起造的修起的这个礼拜堂，伫主后耶稣离开世间的时阵，去互罗马的国王甲伊毁坏。后来一直到以色列人复国，伫第20世纪。
这是这个礼拜堂的一个历史的过程。但是牧师要用这个礼拜堂来邀请兄弟姊妹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你所予所罗门王伊的祝福，甲今仔日，求你嘛将这个阳光，互这间小小乡村的教会，会来彰显上帝你的荣耀。牧师所邀请咱师会为咱共读的第二段的圣经，是以弗所书第1章以及第4章。以弗所书有6章。以弗所书是一本真重要，就是保罗咧讲起要怎样建立教会。啊，教会是甚物？啊，咱要安怎去做？啊，咱要去做什么种的教会？所以以弗所书对新约的教会来讲真重要，特别是中级，请恁爱注意，听今仔日牧师甲恁分享的话，也希望中级将来更较深去读恁个人安静灵修的时阵。完完整整思考以弗所保罗所讲，要怎样来建立教会？当咱来认捌真正的上帝，所以今仔日的以弗所书第1章讲，伊要想述圣神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真正认捌上帝。所以这个上帝不是一个理论，嘛不是一个方向，这个上帝是活活在咱的中间。是伫主前11000年，所罗门献堂的时阵，上帝荣耀充满的上帝；到保罗的时阵，迄个上帝嘛荣耀充满伫初代的教会。后来到第4章，今仔日咱所共读的这段话，伊讲一个信仰共一个信仰，共一个上帝。古早人讲钱有米，饲百样人，偏偏是基督徒。这本的圣经读出来，就产生无同款的感动。所以伫这个圣经中间讲，只有一个圣神，只有一个体。伊讲体一个意思就是，教会就是一个，无论东西南北分到世界各所在，这个教会拢共一个名，叫做基督教会。所以，兄弟姊妹。2000年来，其实有一个真要紧的教会共同认同，你是我，我是你。所以，咱逐礼拜咧做礼拜时阵，伫礼拜开始，咱会做伙徛起来讲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然后伫你读落的时阵会讲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。我毋知，像这恁每一摆咧读的时阵。恁敢有真正用安静的心，互你的理性咧思考即段的话？每一摆信仰告别，毋是一句拗念，一个宗教的仪式，毋是。信仰告别真重要，就是一种的，搁一摆咧讲一个故事。我的主耶稣，伊是对在色罗马利亚出世投胎，又死又搁活，伊真侪人类的救主。圣而共同，今仔日牧师要讲的这个题目，就是全世界的教会只有一个教会，叫做圣而共同的教会。对一起头，伊对列殿门开始，对初代教会开始，这个教会只有一个名，叫做 Catholic Church。Catholic 这个字是对列殿语来的，伊的意思就是圣经内底咧讲的希腊语叫做。相通，koinonia，你是我，我是你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所以圣经咧讲的相通，就是无分彼此，体一个，只有一个上帝，只有一摆的洗礼。无论你伫东边的教会洗礼，你伫北边的教会洗礼，咱若做伙组织守圣餐的时阵，咱拢总是伫耶稣基督的家庭的内底的一个人。所以讲，一个愿望，一个教会有共一个使命，有共一个目标，共一个心意。哇，这就难啦！因为一样米饲百样人。有人讲礼拜堂爱插做白色的，伊代表圣洁；有人讲爱插做黑色的，因为伊代表咱是罪人。哇，大家人的主张拢无同款，嘛拢对。但是咱要怎样？正做圣洁，分别做圣，佮共同的教会。咱来听今仔日的圣经，因为对头一个礼拜堂是有起做，对咱的教会神主神人起这间礼拜堂，
咱要好好疼惜这间教会，毋是干那这个建筑物。咱要好好疼这个教会，因为伊是耶稣基督的身躯，是上帝用伊的名所设立的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做伙为着咱的教会，为着咱家己的人生，咱共同来听即段的话。因为这个话毋是干那讲起做礼拜堂，这个话最重要，其实咧讲的嘛，甲有关着你的灵命的起做。所以，所罗门的礼拜堂嘛是代表你个人的灵性、灵命，以及伫你的品格中间你所起做，要显露上帝。咱每一个人个人，咱每一个家庭，拢应该有一个水好的品格，通显露上帝。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知影讲，这个故事毋是古早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嘛毋是干那教会的故事。牧师甲咱做伙共读的时阵，这个故事最重要，伊要变做你的故事。愿咱会通亲像大卫，伫伊一生中间无得到上帝应允的事，上帝予伊的惊钱，因为大卫伫伊一生中间有得罪上帝，所以大卫有一个足大的心意，就是打已经第一个犹太人的王国。大卫国已经受起做，上帝的约柜敢会当甲咱放伫布棚内底？所以大卫是一个真敬畏上帝的人。因对出来记开始，上帝赏赐迄个约柜陪伴因遐尼久长，伊一直心内着急，想要起一个礼拜堂给上帝。伊甲上帝讲：天是你的，地是你的。伟大上帝，你敢会通徛起伫人手所做的厝的内底吗？你何等的伟大，人是甚物？有甚物资格来为你起礼拜堂？但是伊起礼拜堂的目的，就是要迎接荣耀的上帝，踮伫伊的家族，踮伫因的民族的内底。但是因为伊行奸淫犯罪，得罪上帝，佮用歹步数。害死伊的尽忠的将军，所以上帝无欢喜大卫，因为伊的手未堪得起做上帝荣耀的圣殿。但是上帝嘛应允伊，互伊的囝儿所罗门。所以啊，弟姊妹，今仔日这个故事咧讲起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一摆机会，为上帝建立生命的工程。牧师特别要为着恁少年的教会将来的愿望，恁爸爸妈妈甲教会，甲恁当作宝贝。牧师真期待恁亲像所罗门，大大有智慧，佮敬畏上帝。所以伊写箴言，伊写传道书。牧师愿望恁会当伫上帝应允中间，正做一个，互上帝的神充满伫恁的人生。建立美好的生命的工程，毋是干那起礼拜堂尔，好好照顾家己，好好甲家己的运势发展出来，这就亲像所罗门咧起礼拜堂同款。愿上帝的圣神，互恁有智慧的灵，对一生少年到你一生的路尾。咱来听今仔日的圣经所讲，3000年前，这就是一个模拟的3D 的影片。恁若礼拜了后，牧师将这个影片的网址放伫咱的赖族群，恁会当去看这个礼拜堂。因为这个礼拜堂今仔已经无伫咧，但是现代的圣经学者甲真侪人，因就开始制作真侪这个3D 的图片。牧师今仔所用的这个背景的图片，就是这个3D 图片内底所翕的内底礼拜堂的内底叫做至圣所。这间教会已经是3000年前。全世界第一间的教会，但是因无叫做教会，因叫做圣殿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弟弟，圣经第7章第1节安尼写：当所罗门献堂伫迄个中间，伊的祈祷结束，有火对天顶降临，上帝对天人用火来接纳这祭司所献的所有这祭物。其中上要紧的第1节的上尾句讲，耶和华的阳光就充满伫礼拜堂内底。兄弟姊妹，
咱爱甲上帝讲阿们。伫我的生命中间，伫我的心灵，伫我的思想，我爱拍开我思想的门，互上帝伊家己的荣耀入来我的生命中间。这就是代表伊讲，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有正直的心。一个人若有正直的心，有清气的心，有正直的心，伊就袂互黑暗的关系来引诱。伊就会当得到上帝的保守，上帝荣耀的充满。原来伫主的面前，咱听今仔日的圣经第7章的第7章的16节，伊讲我已经选择这间圣殿，我欢喜。上帝讲我选择这间礼拜堂做我永远徛起的。伊讲要互我的名充满伫伊的中间。看你的手伫你的心来讲，主啊，我伫遮。主啊，我何德何能？但是主啊，我伫遮。主求你将你的荣耀、将你的名、将你的掌权，伫我卑微的生命中间，也这好唔好？你敢愿意将你家己的生命亲像所罗门将伊所起的礼拜堂献予上帝？你若降服伫上帝面前谦卑安尼祈祷。主讲我的名就要点伫伊中间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以马内利，无论什么种的情景，我就点伫你的人生的中间。搁起哩，这个圣经耶稣记载上帝所讲的话，我要目睭看，耳孔听。汉语的圣经讲，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。所以，弟姊妹，这6个字。睁眼看，侧耳听，这是一个足水的应允，不是讲你敢若听着讲道得到感动尔，不是。这个上帝就是活我，伫你的生命，伫你的身边，成做你的上帝。愿咱伫今仔日来用这句话讲阿们。主啊，3000年前你应允，你要点伫这个圣殿内，你要掌管，你的名要点伫中间，直到永远。主啊，掌管我的家庭，主好我的囝儿孙，因为敬畏你，因为一生中间无伫跋倒、丢搭、失迷。主好我的囡仔一生有着你的名，行伫义的路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要做真实的基督徒，需要有付出代价。迄个代价就是谦卑、降服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用这句话，咱甲咱的上帝讲。主啊，你是一个睁眼看、侧耳听的上帝，睁眼看顾人、侧耳垂听祷告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伊的圣心将这句话写伫你的心，互你一生相信，咱的上帝就是这种的上帝。有时咱甲人做伙生活中间，咱拢想要讲互听，包括牧师嘛同款。咱的兄弟姊妹若咧讨开牧师一听袂了，牧师就想要甲恁鼓励，就有真侪答案，就一直想要甲恁讲啊。啊，你毋好去烦啊，你毋免去烦恼啊。也这牧师嘛是安尼遮尔急躁的。但是今仔这段圣经，伊咧讲起咱的上帝是，伊充分的听，伊愿意听你的祈祷。所以兄弟姊妹。来靠赖上帝，来讲互上帝听，来亲近耶稣，来讲互咱的主耶稣听，这就是祈祷。愿咱伫伊的面前，上帝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祝福你。既然你心所求，既然你全然伫上帝面前，清气的祈祷，主祝福你，祝福你的家庭，愿天父上帝帮助。第二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引起牧师甲恁分享，是因为伫年底咱的总会连续伫北部、南部、中部甲东部有举行4场的今年度长老教会的宣教座谈会，来反省咱的教会过去所做，咱的期待将来咱的长老教会更加努力，咱的教会。对25年前就开始推动一个叫做21世纪的宣教运动，
所以大家作为组织，对无共款的中会的议长、传道部长，甲遮中委的代表，做遮个人，大家组织，咧反省讲，伫今仔日到过来5年，即个长老教会过来5年，咱需要做啥物？伫迄个大会中间有一个主题，就是组织的再造，教会的再发展。意思就是，互教会叫做教会。互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一个圣义共同的教会，因为伫个大会中间，大家拢咧问讲，要安怎建立一个人愿意来，是一个活泼，是一个有活命的教会，是上帝所欢喜的教会。有一个共同的主题，就是大家都来到伫信仰个别内底迄句话。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教会的讲法讲，通过听甲受苦，诚做社会噩梦的记号，诚做噩梦的记号。但是将近1600年、1700年，正教会信仰个别内底这个使徒圣经，伊讲我信圣共同的教会。这是今仔日牧师要甲恁分享伫宣教大会，大家讨论什么叫做圣义共同。这有两项代志。第一，上帝教会是清气的教会。上帝教会是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教会。上帝教会是上帝以家己的荣耀充满分别最圣的教会。第二，上帝教会是共同的教会，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。原来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会记得，咱有两个当心的功课。第一，咱爱诚侪祭司，因为咱长老教会所要求的就是全教会所有的基督徒万民皆祭司。恁若伫教会较久，恁就捌听过上过圣灵主日咯，恁捌听过万民皆祭司，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拢是祭司，毋是干那牧师是祭司，大家人拢是耶稣基督的使徒，万民皆祭司。祭司伊有一个最要紧的职分，就是守护圣殿。圣祭司最要紧的职分，就是守护上帝的圣殿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咱拢同款。一间教会的欢喜，就是咱的欢喜；一间教会所拄到的恭敬，就是咱的恭敬。这是咱的共同，这就是圣义共同伊的教会的意思。原来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问咱家己。今仔日圣经对我讲什么？今仔日的圣经，上帝要对我讲什么？拄则已经读一摆，上帝讲我有选这间教会，分别做圣，互我的名伫迄个中间。兄弟姊妹，请注意这句话：分别做圣。每一个人拢清气，教会就清气；每一个人拢需要拍开你的生命，将你的心思意念。互主耶稣基督来掌管，所以第一，今仔日咱做伙共同来认捌，什么是圣洁的？圣经中间其实对上起头摩西五经就讲到分别做圣这种的观念。出来记第32章第29节，摩西伊传达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命令10条诫，所以当摩西将上帝10句话带来到伫这个信仰的族群信仰的团体的中间，摩西亲自甲因讲：今仔日咱爱清气咱家己，归互耶和华诚侪圣洁。所以犹太人真注重分别为圣，所以查甫囡仔出世第8天就行割礼，代表伊将伊的所生的囡仔伊的性命通过这个，那像着洗礼。割礼就是犹太人的洗礼同款，伊将伊的囡仔。该分别做圣，犹太人非常注重。对摩西行入西奈山，上帝讲：“甲你鞋脱掉，因为这是圣山清气的所在，你的脚无清气。”所以伫圣经中间，分别做圣是一个基督徒敬拜上帝一个真要紧的开始。原来伫做面前，咱嘛会当注意到
拄则解说圣经讲，这个圣殿的起造，对咱每一个人个人的应允，对咱每一个个人的祝福，就是咱个人的生命的工程。咱的一生最重要的工程，毋是你外口读册，毋是你外口经营事业。咱的一生最大的生命的工程，就是我怎样成做实实在在的基督徒。咱有一个真要紧的生命的工程，就是灵命，咱的属灵的活命，认捌上帝，认捌家己，活伫上帝真道的内底。所罗门起造礼拜堂，咱每一个人建立咱敬虔的信仰的态度。这就是圣，分别做圣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主通过今仔日所咱做伙组织的时，师会所读的圣经，圣神所带来的印证。有所第1章17节，愿赏赐智慧甲启示的圣神，互恁真正入捌上帝。愿赏赐智慧甲启示的圣神，互恁真正认捌，摇花咱的上帝，搁开咱的目睭。阿门。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无搁再做青迷的人；愿咱伫圣神的扶持的中间，咱无搁再做摆卡的人；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通过圣神的帮助，通过咱恭敬的脚步，主开咱的耳孔。开咱的目睭，开咱的心，互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欢喜着跳。所以第一个咱共同的功课，就是建立一个分别最圣的礼拜堂。对你开始，因为咱伫外面，人讲到恁就代表德堂教会，有遐严重无？有。咱的社区怎样看咱？咱伫外面就是代表上帝，代表咱这间教会。所听的姊妹，教会的改变对每一个个体，对每一个个人，对咱开始。愿上帝祝福恁，今仔日上帝用伊的荣耀充满咱每一个人，亲像伊充满所罗门的礼拜堂。兄弟姊妹，全世界第一间的礼拜堂。对你来讲，你是上帝手中你家己第一间的礼拜堂。主帮助咱，以历代志下卷今仔日的圣经第7章14节，伊讲：这个伫我的名所归属的百姓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。意思就是我接纳上帝做我的上帝，我降服伫伊的面前。我用伊的名做我的名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甲上帝讲：除了你以外，我无别的上帝。愿我伫你的面前，这个百姓是我白话字的圣经安尼翻译，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呼，就亲像咱伫这个社会中间，人称呼咱做基督徒，是因为耶稣基督。因若家己谦卑祈祷，求爱见我的面，离开歹路，我就要对天顶暗耳孔来听因，赦免因的罪，医治因的环境，因的家庭。愿主将这个话永远藏伫咱的内底。佮有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，伊讲：恁是受拣选的族群。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的上帝的子民。有3项：第一，咱是上帝所拣选的；第二，咱有上帝祭司的荣耀的身份；第三，咱是上帝天国的子儿。拄则我甲咱解说，祭司是守护圣殿的真要紧的神职的人员。所以有真侪影片咧讲圣殿守护的。对迄个武士有无？我不要讲迄个名，有真侪什么叫做什么种骑士，什么种骑士，因就是世世代代的守护，无论伫全世界各所在的这会幕、圣堂甲礼拜堂，
这是真要紧，就是守护上帝圣洁的伊的圣殿的人。原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我要用我的生命一生来守护你所赏赐我这个荣光的名，基督徒的名。主帮助咱，所以咱同心建立这个分别罪性。分别罪性呢，用咱较谦卑的话，叫做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或者，这句话咱应该知，牧师唔免解说啥。做一个基督徒，伫上帝话中间，耶稣讲：恁就照安尼去做。恁所听的，恁就照安尼去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什么叫做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？哥林多前书6章14节的后半段，这段话中间讲：义甲不义有什么种的相通？光明甲黑暗有什么种的相通？这两个字拢是咧讲起共同连结koinonia，所以意思就是无同款的本质，是无同款，水火不容，有水不容。所听的弟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自从咱认上帝了后，咱还会记得，咱是义，咱是光，咱是上帝以用羊羔的保护，付出遮尔大的疼，甲咱赎回。愿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知影，莫当心决志讲，主我愿意，我要做第一名的基督徒。有一年，咱的教会要送人一个胸章，迄个胸章就是数字的1，恁还会记吗？恁还有保留掉咧吗？迄个1，恁会记得牧师甲恁讲啥物做咧1？做第一名的基督徒，毋是咧比悬比低、比前比后，毋是。第一名的意思就是真实的基督徒。做第一名的爸爸，做第一名的妈妈，有第一名的人生，毋是上好的我无爱。所以的弟兄妹，这种的心意到今仔日还阁咧继续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要成做一个分别罪性的基督徒，赏赐我属天的个性。第二，伫今仔礼拜，牧师要甲咱做祈祷，要邀请咱做祈祷，讲主啊，帮助阮成做一个信仰的大家庭，一个共同大公天下为公的公，大公共同，这个字koinonia，有的人该翻译做团契、相通，嘛有的教会，特别是今爱天主教，真爱用共荣。共荣的意思就是我们成为一家人，成为生命的共同体。今仔日的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讲一神一体，教会体一个，神一个，洗礼一个，恩蒙一个，圣神一个，只有一个主。连续讲拢讲到伊咧讲的就是共同体。原来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，咱做伙为着上帝，咱来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。兄弟姊妹，共同生活简单无？困难。所以古早人讲一句话：家家有本难念的什么？难念的经啊！意思是建立是一个人的团体，小到家庭、教会，大到社会国家，人的共同生活自古以来拢毋是一项简单的代志。一句足歹听的话叫做十喙九尻川，意思是足多元的意思。人有人的主张，人有人无同款的看法，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但是兄弟姊妹，要注意，虽然不简单，但是教会这个共同生活是一个神圣的事情，因为伊是用耶稣基督的身躯来做譬如，伊是属上帝。愿咱伫伊的面前，咱做伙，咱甲上帝祷讲：主啊，阮要有多元的恩赐，各尽其职。主啊，你所创造的世间本底就是七彩，红橙黄绿蓝靛紫，
上帝所创造的是一个这个多元化，各人有各人的无同款的运势。主啊，帮助阮互无同款的运势、无同款的看法、无同款的想法，但是如何真做合一？如何真做合一？这就是正教会所面对最大的困难。昨暗咱的查经班的主题，就是读到主上帝伊所讲的爱的诫命，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第二，佮听你的厝边亲像家己。教会合一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两项。因为敬畏上帝，所以咱合一；因为我看你做我的亲人，所以咱合一。安尼有清楚吗？所以合一不是统一，就是我讲你对，我讲你做，不是。合一就是伫听的中间，成做一家人，无分你甲我。拄开始真困难。就亲像恋爱结婚，恁中间有人，什么人是结婚毋捌冤家过？大家拢会笑。若有这种人叫做怪人。若冤的起来要救啦吼，若连冤都未冤，迄叫做两战。主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。咱做伙用这段话来做咱教会的信仰告别，替一个圣神，一个仰望一个上帝，一个救主，共一样的信仰，一本的圣经，一个教会的制度，就是无论伫什么所在，世人拢受接纳。这就是全世界的教会成做一个共同教会的开始。所以保罗要求，无论你是伫亚洲的教会，伫欧洲的教会，伫东的教会，伫西的教会，逐所在的教会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建立的，拢是一样的教会，用耶稣基督做头。保罗所讲，伫第4章，伊讲是上帝所设立的，上帝用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头。这个所有的伊的门徒对伫伊的身边，就建立一个图像，用人的身躯来表明这是教会。所以伫迄个中间真要紧，用耶稣基督所建立的这个大家庭，是彼此相听、彼此服侍、甲彼此尊重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同心甲主讲：主啊，求你祝福这间教会，互这间教会是一间。什么种的人拢会当来？什么种的人拢会当伫这个所在受接纳？什么种的人伫这个所在，伊的话拢会通有人要甲伊听？但是更加要紧，互阮因为真理、因为信心、因为信甲圣经的道理，阮共同幸福伫上帝伊的带领的内底，主帮助咱。所以拄则我用爱的大诫命来解说。真正若要合一的教会，伊需要有敬畏上帝的听。所以当我敬畏上帝时，我看到一个卑微的人，我伫伊的身躯顶悬看到什么？看到耶稣基督的形。这个人伫社会顶悬是无人看重伊的，但是因为伊敬畏上帝，所以我对伊的面、对伊的形象，我就看到耶稣基督听的记号，所以我就尊重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了解，听会改变伊真正的意思。无需要甲恁讲，恁作为成长的过程顶悬，恁就伫学习将来做教会的领导者，伫社会做领导者，这真要紧。爱人如己这句话，上要紧就是对人的尊重，对人的接纳，对人的陪伴。爱人如己，包含对人的尊重。所以，恁伫教会做伙成长，是一个真好的生命养成的开始。牧师要甲恁提出一个要求，
恁做大哥哥的人要造就弟弟妹妹；恁做大姐姐的人，恁来看教，恁来帮衬，互恁的弟弟妹妹跟你一样的优秀。所以，弟姊妹，伫教会内底，敢毋是安尼吗？咱伫教会内底，无咧比啥物人较优秀。咱伫教会内底是彼此看教，互相疼惜，好毋好？原来伫即个教会中间，咱宣告讲：主啊，独独你是即间教会主，你说了算，不是牧师说了算，不是长老说了算，不是爸爸妈妈说了算，是上帝说了算。圣义共同的教会就是这个意思。咱做伙宣告。主啊，愿你接纳阮的教会。主啊，将阮的教会摆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的阳光降临，亲像3000年前你接纳所罗门伊的祈祷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听阮祈祷，阮摆列阮的生命。阮的生命就是圣神徛起的圣殿。主，阮将阮家己、将阮的家庭、将德堂教会摆在你的面前。愿你的阳光降临伫阮的中间，将你的名写伫阮的中间。主，互阮享受你以马内利迄种的活命的实在。主。你是睁眼看、侧耳听的上帝，主啊，求你甲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撒甲伫地，阮恭恭敬敬安尼祈祷，是阮心所求、嘴所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安静，用咱共同的祈祷。来回应今仔日上帝话。
牧师要邀请咱伫行平安礼之前，咱首先同心来为几个人来祈祷。理会妈妈拄拄伫即个顶礼拜五告别式，咱为着理会祈祷，求上帝安慰伊的心。咱中间有人身躯还未完全康复，亲像刘老师，亲像燕教授，亲像素贞姐妹。求天父上帝帮助身躯欠安的人，会当早一日恢复健康。有咱无接触过的人，因的心灵常常有搅乱，咱求天父上帝享受平安。伫咱中间有人年长，咱恳求天父上帝保守因。伫年长身躯退化的时，有缘每一天拢有教育的开展。咱做伙伫咱等一个月金，耶稣听你这条诗歌的时，咱做伙先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恭敬伫你的面前，为着教会内底，特别是身躯破病欠安咧恢复的，阮的姊妹、阮的兄弟来恳求你。主，你是大牧者，你是阮生命的保护者。阮恳求天父上帝，你怜悯帮助因，无论是伫因受治疗、手术、化疗、身躯咧恢复的过程中间，阮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因。主，你的圣神所带来新的活命开展，互因得到医治，得到永驻。转为着阮教会中间年长的兄弟姊妹来恳求你。主啊，伊是阮中间的宝贝，是阮所敬听的长辈。主啊，怜悯帮助每一个人，特别照顾詹天比老师，照顾蔡景雅夫妇，照顾庄世德校长，照顾本入张老娘，叫做玉雪姐、玉雪张老，主啊，照顾陈汉姊妹，照顾阮中间所有年长的长辈。互因伫上帝你所赏赐，因的年长每一日，拢充满教育的稳定，以及平安喜乐。专为着理会来恳求主你接纳伊伫你面前这种信心的祈祷，用阮你的妈妈伫你的怀抱得到安息。主你互理会会通继续勇敢喜乐来过上帝你所赏赐伊生命的道路。主照顾阮中间的长长老，伊是阮中级中间的一个年长的长辈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一生拢属你所使用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求你照顾阮中间最近有拄着阮无了解生活、工作冲击艰难的。主啊，因无讲出。但是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讲，你侧耳听，你睁眼看，摇花阮的上帝，你听因的祈祷。主，阮伫你面前恭敬来恳求你。阮今仔真欢喜，阮的向日葵学院的毕业生有倒来伫阮的中间。阮要恳求天顶的上帝，你祝福因头前所要行的路，互因有方向感，互因有稳定的情绪，互因有教育的智慧，主你帮助因，互因享受因上帝你甲因祝福头前的人生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求耶稣听你，咱用祈祷的心，咱用祈祷的心互相祝福。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，伫咱的一生中，伫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。主啊，你救阮脱离黑暗的关系。
万世，助阮进入光明的国度。今日进入光明国度，哦，耶稣听你，你话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阿门。咱甲咱身边的兄弟讲，耶稣听你。第三首的圣诗，好，咱来念第三首的圣诗，了准备好。咱来念圣诗。愿求天父甲愿大，日日看顾保护我，甲我相隔个良心，好我向为话正直。虽有危险甲引诱，好我在你大拯救。大航海带背向我，成就福气个引传。虽然快乐个安慰，也无了你叫阮，在我为行你旨意，叫阮互你大欢喜。虽然咱也生你安慰，可我甲你无离开，苦痛艰难熬吞忍，甘愿享受你救恩。大航海自战我行，才会合做你的行。了伫我日归伫你，永远甲你同徛伫。阿门。请坐，咱准备来奉献。
像上人的分组，以上帝所授中间所以平安喜乐才会平安，主安将大家放入基督，用主你的圣心带上来，以后我感受圣。咱来为生这个人来祈祷，咱请生这个人来祈祷。今天太棒了。你嘛是，主要我的亲宣，我的议会，我的领袖，我的所有今天在生这个人来祈祷，所以求主你祝福因本来365天，每一天拢有9点，上帝你的祝福，主要稳定都是照顾在身。主啊，将我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，主就亲像今仔日阮所读的圣经，上帝你的阳光来充满伫你的囝儿伊手所做生命的工程。主啊，你祝福这3位，这礼拜生这个兄弟姊妹，我的生命会当成做一个为主你去做好的生命工程的智慧的管家。主你手属因手有能力，主你手属因有坚定信心，有上帝你的管理带三个意见，关于你的来对我们所信。生日快乐！牧师要过一摆甲咱报告，嘛甲咱邀请，咱过来拜5、拜6有真好的课程，这个黄慧成牧师伊本身是一个，其实是一个对旧约圣经非常优秀的一个牧师。原本过去牧师是期待讲伊会当留伫学校内底，将来做旧约的希伯来语的助教，然后将来做学校的师资的栽培。但是上帝予伊有一个足大感动，就是伊真爱牧会，所以志愿过东部，一直到即摆拢伫即个距离伫国语，对毕业一直到即摆，毕业慢慢一届。伊上大的论述其实就是伊对圣经旧约的圣经的即种的教导，伊即摆伊有去通过即种旧约圣经甲即个新约的圣经的结合，通过圣经的造就，甲咱做伙分享，咱要怎样成做一个上帝的祭司，成为一个上帝的祭司。所听的这咱尽量参加，不要错失这种真好的咱的生命的这种的成长。恁若会当牧师，或者恁伫迄个LINE顶悬甲牧师，恁会当写讲名，一个啥物人写着，恁就对后面加一加安尼吼。等下人要报名。也是讲等一个牧师来就煞是遮恁等一个来，因为爱准备便当，因为便当内面是叫，但是惊咱草地所在上大的改变，大家数量会较少，咱若是会当。搁有就是咱拜5营暗是2林区的联合礼拜，所以讲咱的方式就是讲，即个培灵的教导，黄慧成牧师的教导，从8点开始，但是咱迄暗是牧师来志愿讲，咱的妇女来做敬拜赞美，会前的诗歌会带领，会当咱带一个来请会长准讲，以上甲咱邀请，咱若会当的人，拜6是对透早到下营暗，拜6透早到下营暗有4场，有4堂课。拜6的营暗，牧师会早点讲节课，牧师有一寡时间到差不多3、4年无见面的即个同工，我会甲伊做伙有一个私底下我会当做一个交流，而且咱有4场的课程，咱就免搁再另外搁注意，以上报告。咱来请迄个师傅来报告。我来报告汀州聚会，请咱家己看。本州聚会祈祷会拜3伫线上甲礼拜堂，家庭礼拜暂停，青少客7点半伫教育馆，查经班拜67点半至线上甲教育馆2楼。圣工服侍，下礼拜师会请林秋吉长老，
思琴、陈美秀执事、苏宪、同仁就是甲我本人交代第二组爱参暂停。先讲读经表，请咱照这个表家己来灵修。集体交通第一，二林区联合培灵会伫本教会讲师黄水成牧师非常有温哥的讲员，请兄弟踊跃参加。10月29拜五8点，10月30拜六9点到下晡4点30分。第二，2021年中华中华妇女部灵修，11月13拜六9点到12点，伫花坛教会讲师王进财牧师讲题主要看耶稣，用标杆直跑，费用100块含中昼。10月24报名截止，请按10会长报名缴会。第三，圣诞节前一礼拜有圣餐甲洗礼，免领受洗礼的请报名。第四，欢迎大家参加线上查经耶稣的各课程，请加入咱群组主堂教会查经班。第五，请为生日的代祷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错误，咱按过去更正。代祷事项：第一，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；第二，为姊妹为身心欠安的兄弟代祷；第三，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科学代祷；第四，为适婚的青年婚姻代祷；第五，为姊妹教会代祷护林一节得个大雅。以上，这是咱的吟上营。上营圣诗507首，荣光归圣父上帝，荣光圣子圣神三位一体，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永远伫地，上无穷无尽。吟诗煞，请牧师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伫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大家请坐，默祷闭会。